组长，唔敢会伫这个山洞内底，啊？无可能来山洞暗搓搓，因会走位内底入的啦。无度。对啦，无可能啦，但一项仔囝尔，会惊了。对呢。既然安尼哦，经过四界来找看觅的啦。好，行。小明啊！小明！啊，恁有找着啊无？找无啊？哈，恁两人拢找无啊？你有找着无啦？无啦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使，敢会走去迄边去？哦，对迄边哦，无安尼啦，咱分路啦，你对迄边，啊，阮对这边来找。好，小明啊！小明啊！找无啦，有影找无哦？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啊，这个囡仔屁是走去倒啦，看要去再找就好啦。小明啊，你看，这有一个洞坑，有草米伫内面无？无可能啦，迄暗搓搓袂啦，对呢，一个囡仔惊暗搓搓，哪会敢入的啦？是啊，敢若大人都会惊过何况囡仔。安尼吼，唔敢吼。我来找啦。来，找干嘛？小明啊！爸爸真好。小明，来妈妈家。小明，小明乖，你看，你爸爸妈妈遐尔啊关心你，唔通讲让因烦恼啊！赶紧转去恁爸爸妈妈的身躯边。对啦，你看恁爸爸妈妈急到呢，乖，爱听话吼，紧去爸爸妈妈遐。对了，哎，紧去爸爸妈妈遐啦吼。是啊，安尼吼，小孩子叫乖吼，乖哦，乖。来，爸爸先去。快，乖，听老师的话。乖啊，乖。妈妈，小明，小明，爸爸知影唔对啊，爸爸以后将所有的用心讲甲死掉，要好好在要厝里照顾你，吼。对啦，小明，妈妈后摆嘛无爱用心，嘛要搁去拍牌，妈妈拢当厝陪你，若有闲，妈妈带你去佚佗好。好。小明，乖，老师甲你讲，恁爸爸妈妈今日会遐尔啊无闲，嘛是要互你后摆会当过着较好的日子，所以伊唔才无时间陪你出去佚佗。你看，今日遮侪朋友，安尼叫甲世界去找你，你安尼是毋是应该去甲人回一个失礼？哈？儿子，唔免啦，吼，你乖，免回失礼。是啦，小明，你爱乖，爱倒转去，知影？啊，你若转去了后，你会记哩哦，爱甲警察大名讲阿静呢，唔是歹人，
你爱代替阿静做证呢，无阿静哦用你还乖呢。对啦对啦对啦，啊就拜托你哦，你就去甲警察大人讲你是摕钱请阮的，毋是阮甲你放票的，是啊，是啊。好啦，我会甲伊讲啊。哦，乖乖，乖，啊，即摆紧转去爸爸妈妈的身躯边吼。爸爸妈妈，我阿爸袂学袂走啊。快，小明乖。对啦，安尼唔照乖。来啦，哎呦，今日这超潮了，蛮客气的哈。郭太太到底来吃啦？免啦，我来平常还阁抢菜买菜，恁大家慢慢来用吼。哎呦，歹势了。嘿，哦，啊，今仔日讲话你无啥啥，还是讲啊，你咧请咱无关系？讲者，代志是安尼啦。啊，自小明出代志了后，小文伊就决心要好好照顾小明，厝的代志哦，拢要家己担起来做，所以无请人啦。对啦，安尼唔则着从较早就应该安尼做啊。那安尼时啊吼，唔则有成一个家庭主妇。金宝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人我会歹势呢。哦，啊无吼，恁尽量用啦吼，我去要来你传菜吼。哎，你要做小姐呢，你就念得出来呢吼。来。哦。施先，王先。莫来甲阮叫啦，你规日叫阮死阿呆就，啊不，毋是叫死安尼啊，我阿呆安尼啊，无安尼我反应袂过来。哦，是安，阿呆，这个阮小明真多谢你甲阮照顾，来，我敬恁两个。对，应该好好甲因敬一下。这回吼，小明互因两个有那真甲伊照顾，所以因两个有功劳，应该好好甲伊奖励。来，恁。来，多谢你啊，姐，后摆搁带去佚佗。啊，过佚佗。小明啊，过去佚佗是无要紧啦，不过若要出去的时吼，都要先甲爸爸甲妈妈讲一声，啊若无因是会烦恼呢。我知啦。安尼唔才有乖。对啦，安尼才乖啦。来，啊。啊对了，我还佫有一件代志。这是20万啦，钱无多，小可意思，来，恁收起。好。歹势啦，这钱吼我唔通收啦，莫讲收啦，敢若听到钱迄个脚尾就皮皮喘咧。啊，是啊，这钱我袂收，收定阮阿爸会甲我讲呢。无咯，啊这钱你都。哎呦，郭先生啊，好啦，只要心意若有够吼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唔是讲万项代志，若要甲人答事啊，就一定爱用钱，那安尼就失去这个意义啊，你知无？哎，是啊，大金波你讲有道理哦。呀，郭先生，你若讲要慷慨一个较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安尼啦，因两个即摆无头路，不如你安尼甲介绍两个，互伊去食头路，安尼比较较实际。介绍头路。安咯，这无问题啦。来，我决定哦，请恁两个做特别助理。啊，特别助理啊！对。多谢。哎，啊是讲大头家啊，哎，咱拜托的吼，啊来借问一下，阮一个月炒偌济啊？恁一个月薪水是25000。哈？25000？抓求水啊！啥物求水啊？啊，人讲一分钱一分货，啊，你25000袂少啊啦。有这个艺级安尼生活才会固定。对啦，有25000啊，搁遐尼贪心伫嫌少是。唔是啦，头一步还是咧讲笑啦，是讲人阮小老板的一个月就请阮10万啊，啊大老板的才25000尔。恁放心啦，恁放心，只要恁好好做，我一个月哦，甲恁升一摆薪水。一个月升一摆啊？对。安尼念伊就欠起20万啊！多谢。哎，当然是安怎，人袂到声先到，你嘿嘿叫。代志满啦。是啥物代志冇？唉，妥当的，你是咧起笑啊，毋是啊哈？人大家食面惊食甲肠咧欢喜，无代无事去甲伊讲代志毋好啊，就甲我拖咧溜走，也无讲无答啦。那你，哼，你是拖我来遮创啥？使，啊你物件袂记摕，叫我去大王这因兜摕，啊我行到半路看到这才叫车弄着啊，我随时要送来病院，对吧？
急诊室迄个啊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啊。仔，我甲你讲哦，迄个开车的人有够无良心呢，去弄着人哦，拢无落来让人看者，车开做伊走。什么啊？真是安尼哦。啊，你有甲伊的车牌号码记起来无？无啊，我就看迄个小姐遐尔严重，紧砸车啊送来病院，我煞袂记咧看车牌啊。讲实在啊，师，迄人开车遐尔紧哦，叫我看，我嘛看袂有啊。安尼哦。这声单就扣起来嘿，啊，到底是啥物人甲伊弄着的啦？平时是安那咧甲你教哈，讲你若做代志，目睭就闭较紧咧，你都拢唔听啦。啊，当然，哎呦，亲像你这个婿啊吼，无彩共婿的伫牵呐。哦哟，这支喙安尼翘到拄天啊，会用咧吊咧3斤猪吧？才讲你规半尔，你就安尼。我问你，迄个查某囡仔有做啥物名？啊，因兜是住伫倒？我知，昨阵啊，护士嘛是安尼问我，我嘛讲我唔知哦。你哦，哎哟，逐项都拢唔知啦。透透的，啊你敢无照啥物证件？无啊，有照啥物证件，我就知伊住一桌。大婶婆，你看这件代志是要安怎处理才好？要安怎处理？啊，就等候医生出来啊，啊，毋才会知影。病人若是无代志吼，这个代志就好处理啊。医生啊，小姐还要紧啊无啊？可能这个有脑震动的现象，这哦爱需要带病观察2-3天才会知影哦。安尼哦。而且伊这个骹骨受伤咧，断去啦，啊，阮已经甲顾照顾伫啊。意外的部分就无啥物问题咯。安尼哦。无啥问题啦。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奇怪，哪叫等下袂来？大家拢在等伊呢。就是讲啊，伊就到约阮时间，他到即马还袂来。小琪，你敢要敲一个电话转去问看卖？喂，是文阳哦，你哪到即马袂来了？不应该来。什么？订婚促销？迄物哪会用的啦？这外口出一人等咱订婚嘞。文阳，文阳，文阳。
师，我看我明仔载哦，爱来去解婚一个。当无代无事咧解啥物有？我甲出院无偌久尔，即摆又搁转来，已经3唔落个啦。3唔落，甲我真有缘啊！师，咱即摆搁来去签3唔落吼，不一定会搁着呢。哎呦，你个死骨头啦，对！即马啥物时阵啊？你还搁有心情伫遐拍拉凉啊？哎呦，你实在有够衰尾道理！啊，连这个小车吼，啊去撞着你嘛，顺煞衰惨落去。你看叫车弄着，连车的号码吼，你都无甲记起来啦。师，免叫啦！哼，秀玉啊，我看这件代志吼，真麻烦的，无遐尔啊简单就会当处理啦。你还是转去好啦。大进步啊，阮阿爸甲我讲，伊要转去处理一寡财产的问题，而且伊佫讲，伊足欣赏你，足崇拜你的哦。所以伊叫我缀踮你的身躯边，好好甲你学啦。要向我学哦？哎呦，我哪有啥物通学啦？大进步啊！秀玉啊，啥物咧好好啊学？是恁爸惊阮师哦叫人搞去，叫你来干事的。等是了后白讲啥？大进步啊！啊，你看这件代志是要安怎处理才好？哎呦，这件代志确实有影歹处理呢。伊去互车弄着，迄个车的号码咱也无甲记起来，而且伊也无身份证，唔知伊啥物名，唔知因兜住伫咧地，啊无嘛讲叫因厝的人来甲伊照顾，对无？吼，这件代志哦，确实有影苦倒师傅啊啦。这个开车的人吼，实在足无良心的啦，连一点仔道德拢无，啊开车弄着人，连关心一下拢无，就做伊走。这哦叫做无人性啦。我讲，莫叫我拄着，若叫我拄着吼，我就要好啊教训一。好啊啦，你莫搁在咧转猪头皮啊啦！等你即摆搁讲这是有效呢啊！唉，我看吼，咱规定拢屈大车有哪毋是办法，应该爱轮流照顾病人，会妥当啊？大先轮你家顾。哦。啊，我甲秀玉吼，先出来去加减找看有啥物线索啊无？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原来你就是伫遮，你咪讲要订婚，啊你若无去咧？你知影偌济亲戚朋友厉害你等你无？你若是无介意我，你硬坦白讲嘛？你要用这个方法咯，互我闹开啦！我甲你讲话，你收听的无？你讲啊！你小白你参加订婚典礼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要订婚若是你讲，要订婚若是你讲，你到底是啥物意思啦？自从你的爸母过身了，我一定都足关心你，足照顾你。你一切房地产，拢是我咧给你斗相共处理。我是倒为你做得无好，你要安尼对待我？秋莲，真实的，是我唔对，你先回去，我冷静一下，好吧？冷静，冷静，你该是安怎？你需要冷静。哪里？你都冷静想看觅。咱订婚的代志，你是打算要安怎？精彩精彩！大整部剧情曲折离奇，高调不断。现在未婚夫竟然是弄着人的凶手，文雄敢会答应这件婚事呢？大整部又要如何来找找凶手？制作单位要来征求7爷、8爷、8岁至12岁查甫同妻2名，以及16岁到20岁女主角2名，并且成架4寸正面的相片以及侧面的相片来互阮。来批请假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，
众益制作公司收就可以。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金箔串江湖。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